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汉光42号演习当日进行，嘛展开城镇轮成演习。早起总统赖清德去新北市巡查，下晡2点半北部进行防空演习。高雄一个护理人着伤，坐救护车去病院，这护理人说俩讲，甲消防员拍着伤，警方发现是通缉犯，消防员表示会提告。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传出过身，食到98岁，一直2003年落任了后，就无个出政治。来看今仔汉光演习第9日，明仔载特别收煞。今仔是模拟解放军对台来进行海上封锁，海军跟海巡进行操演。海军的玉山舰嘛突破解放军的封锁，对东部外海进到花莲港、苏澳港。另外，第二岛操演的部分是针对解放军要拍平湖，派出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的侦察营、海洋水鬼仔，利用畅水顶岛，佮运用无人机来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海巡台中舰伫头前担任护卫舰，正面倒边有海巡的八里舰、海军的武港舰，后尾阁对海军的鞍钢舰，做伙执行海上护送的任务。汉光42号演习迎接上核心的操演细节，模拟中国侵略台湾，恐惊对台湾实施海上隔离甲封锁，为了维护国家海上生命线。海军甲海巡头一届演练联合反封锁的护航，由海军玉山舰假做是商船载重要的物资，对台湾东部外海入港。海军海巡做伙进行海上护航甲安全介护，确保商船离去花莲港甲苏澳港。中共的这个海警船等等的，也在我们的东部海域活动啊。那它将来也可能对我们的这些运补的那个国籍或者是外籍的船舰呢，会造成袭扰。那这时候呢，可以就用这个海巡的船舰呢，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海域的安全呢加以这个介护，彼此作战的默契呢，能够培养出一定的这样一个程度。汉光演习进入冲侵防御甲古长作战的阶段，台北半暝出现枪声甲炮声，为了阻挡解放军对新北邦桥入去台北邦甲侵略政经的核心，现支部演练伫光复桥阻挡部队是从城市所位迷彩出现。大铁网甲爱斯科防爆墙阻挡解放军的行动，部队拄当着人结合分靶驾车，利用火力压制解放军守护台北的防守区。另外，战争的时，战车驾车送转去，分靶驾车发电机故障，保守单位赶到战术位置来野战抢修。也若 M60A3 战车送转较真严重，无法度当地修理，送去后线维修，赶紧恢复战力。中国也可能占平湖来乘做拍本岛的跳板。国军的精英部队、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2车侦察营、海洋水骑兵参与演习，坐快艇到目标的海口，部队畅水尾，利用半暝的时间，偷偷上岛，用无人机掌握中国解放军的位置，结合部队各地应用特件 TAK， 赶紧汇报即时的姿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城镇轮成演习，今仔嘛伫北部7个县市演练。总统赖清德早起是去新北市的祥和病院、土城的大卖场来巡查。拄下晡2点半的时，北部7个县市是有防空演习，嘛头一摆来加入行动网络降速。伤患摕伫病床，医护人员无用做紧急处理。医生甲总统解说地下医疗中心针对城镇轮成的规划，这是2026年城镇轮成演习，中央地方甲民间共同演练，面对战争也是重大灾害，下次要安怎维持基本运作。双河地下医疗中心的规划有2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急诊区，一个是我们的地下病房区。总统国部长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拜时早起到维护部相互病院巡视，看医疗港在甲地下化演练，模拟拄当着战争也是重大灾害，医疗量能受到冲击，病院要安怎紧急应变？所落来11点，总统嘛到新北土城大卖场关心万不伊拄当着紧急状况的时，大卖场的粮食甲物资要安怎配合政府做物资管控？这个命令发布之后，那我们就会配合中央的这个调控制我们这些商品的一个贩售行为，那把它做一个调度。我们对社会的韧性工作一定可以持续加强，所以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好的韧性，可以维护政府持续运作。另外，拜是下晡2点半到3点，北部7个县市嘛头摆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不过，室内固定宽频网络、报案的电话一般通话甲简讯拢会当正常运作。
记者郭金宏之光新北报道。今年12到暝汉光演习已经伫要收煞咯。这届的演习是强调讲，首先无剧本，嘛头届加入网络讲述，通信受到限制演练。今年的演习嘛受到美国、日本甲欧洲国家特别关心，有真侪国外媒体拢专工派人来台湾采访报道。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苏眉带咱做伙来了解。是主播，这10天到暝汉光演习明仔是上尾天啊！真侪外国媒体是来关注咱这回演习，亲像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讲，咱这阵的演习已经唔是干那在做秀尔，也若是这美联社是报道讲，咱嘛唔是干那在点武器，是已经转做实战。外国媒体会有这款评论，主要就是因为咱今年注重无剧本、器重心怀的演练方式，创下真侪项新纪录。第一，亲像总统赖清德就任到今，今年是头一届参加万军演习，也就是由安全人员护送正副总统，确保咱的指挥能力。不过，中国煞也摕这项演练来武人敌作战，放假消息讲总统是伫演练逃亡，要煽动人心。也若是军队方面，这回2比1的部队是动用到2个旅，超过5000人，目标就是要让后备部队会当快速形成战力。也若空军的方面，美国媒体商业内部是报道讲，幻象2000战机主要进驻的这新德基地，离这中国的陆地是干那144公里，真有可能是中国第一批目标，24点钟内就失去作战的能力。所以讲，这回咱也特别演练跑道的抢修，也有挂弹升空。也若海防的方面，国际上界烦恼的就是中国封锁台湾。所以讲，这回海巡是头一届用实兵实准的方式，甲海军来做伙演练反封锁护航。以上的种种，拢会当看出咱的决心，针对国际提出的问题加强演习。除了军方，民众要怎应变也真重要。根据美国地方媒体外交界的讲法，台湾民间的心理甲民众要未做好准备。所以讲，今年汉光演习，咱是实施有史以来头一届行动网络降速演习，就是要让民众提早学习，伫咧这战争时期无网络的时阵通信的状况。另外，去年这汉光的时阵，也有试办伫咧大卖场成立物资配售站，今年是搁进一步对废华的配售系统也已经成立啊，降低这战争时期对民生的冲击。英国媒体 BBC 就报道讲，咱台湾演习的重点已经唔是干那放伫咧反定力，是强调军民合作的长期应战。来看彰化县参尾乡一间小食部附设的 KTV， 初10一个姓柯的员工甲3个查甫人发生冲突，一个姓柯的员工互拍死，警方伫附近的汽车旅馆抓到这3个嫌犯，3个嫌犯嘛法庭裁定羁押禁见。这间伫彰化参尾的卡拉 OK 小食部，互警方围封锁线，涂骹拢是碎玻璃甲米旅管仔，现场乱糟糟。初10早起，消防接到报案，讲遮有人受伤，赶到位发现伤者姓柯的查甫人已经乌卡。那在包厢里面发现有一名男子倒卧在沙发上，那经过我们评估后，发现男子没有呼吸、心跳，没有意识，判断为有卡。那我们随即就开始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续转送北斗左医院。警方调查指出，姓柯的被害人是小食部员工，甲另外3个查甫人客。初10天也未光的时阵，伫小食部发生冲突，造成被害人受伤，3个嫌犯就直接离开。其他员工日时上班的时发现，才报警处理。被害人送病医了后，宣告死亡。警方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2点钟内伫案发地点附近的汽车旅馆抓到这3位涉案的嫌犯。全案警方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在获报后2小时内将涉案3名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刑法伤害致死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并经彰化地院裁定羁押禁见。警方表示，因拢有熟悉，初步调查，双方是因为店要休困，姓柯的店员请人客离开，结果发生冲突。目前2位姓林、1位姓叶的嫌犯涉嫌刑法妨害特殊、杀人、毁损等罪，法院已经裁定羁押禁见，是毋是有这部也是其他纠纷，也阁需要调查厘清。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有一个妇人人10月暗时讲伊手互玻璃挂着，叫救护车送伊去病院。这个妇人人是去到病院，煞雄掠光去摸消防员。病院随去报案，警方嘛发现讲，这个妇人人是一个通缉犯。消防员讲伊会提告，这个通缉犯嘛已经向医生交头地检署归案。病院急诊室门口救护车一台接一台，消防人员拢咧抢时间，赶紧甲病患送去治疗。不知个11暗时，高雄一名姓刘的负责人因为手互玻璃挂着伤，敲电话叫救护车送来急诊。消防人员按照定时登咧问其的个人资料，负责人煞雄起掠光，出手对消防员倒边的胸坎啊，摸几落下。病院的人被负主动，尾手嘛随报警处理。警方到场查处，发现刘女遭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发布妨害自由通缉，令叶男提出伤害、违反医疗法及妨害公务告诉。警方现场将刘女带防所，依法侦办。警方表示，负责人无食酒，毋过是通缉犯，是毋是因为安尼对消防人员起卡动手，佫需要厘清。不过，当时的消防员决定严肃提告，谴责这款暴力行为。消防局表示，迄天的代志对当事人的打击真大，因为消防人员出勤会遇到各种的状况，包括细型的摄影机、帽啊，大家除了保护的装备爱穿好势以外，出勤进前嘛确认勤务的状况，互相提醒做应变。我们那个都会有救护平板嘛，然后那个中心派遣过来的话，都会显示上面是大概什么案件，然后我们出勤的话就会特别注意，如果是精神异常或是酒醉的话，也会到现场会可能要配合警方方面来做一些处置。消防队员无奈表示，电视顶定拄看到医护人员受到暴力对待，其实消防人员嘛定定碰到同款的代志，辛苦救人煞防拍，难免会庆幸。这个提告毋是要救啥，敢若望大家会当互相体谅、尊重消防员的工作。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嘉义市的中兴路甲博爱路2段的路口，有一对香港来的翁仔某行过这过路线要过车路的时，因太太煞去互车弄着伤，加在是无介严重。意外受伤而已。救护人员赶到车祸现场，替坐伫路口中已经受伤的民众来治疗。这是香港市的查某人，12早时伫嘉义市的中兴路口甲博爱路口，伊行伫斑马线要过路口，随后一台车弄着伤。加在伊人意识清楚，救护人员处理了后，随家人送到病院治疗。那个妇人的伤势是头部有擦伤，然后胸部可能有撞击，会有挫伤、疼痛。那其他一些肢体有一些小擦伤。有送医吗？我们救护人员经评估之后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发生车祸的所在就是嘉义市后火车站外边的路口。警方调查，受伤的女性甲翁婿是位香港来台湾的游客，因在伊接到台湾，12早时坐车落嘉义，就伫车站外口发生车祸，嘛互过路人地角的交通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我觉得慢慢有在改善了，慢慢车子都有在礼让行人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像转弯那个弧度都会有死角，所以过斑马线也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行人。就算是行人是红灯，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行人闯红灯的部分。警方表示，经过初步的调查，这对翁仔某要过路口的时阵，无按照青红灯的指示，就要行过马路。赛车的驾驶嘛无注意头前的路况，才会发生这件交通事故。详细原因甲肇事的责任，佫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桃园一间在地不动产公司被指控讲涉诈骗，投资人讲业者宣传讲真好赚，就算土地无卖掉，毛利息通领。也毋过业者煞雄失踪了。这个投资人讲，干那伊就投资2000多万，迄事就是表示讲已经会整办了。警方广告银行紧甲柜台头前的位置上炸落，以号假的亲情诈骗，差一点甲138万汇出去互诈骗集团。你就总知影，伊是假做恁囝的名，你就莫甲插啊。诈骗的手段真济，毋但有假做后生的假亲情诈骗，更有民众投诉，桃园一间在地不动产公司牵涉到骗局。它有很多种配息哦，比如说大家共同买一块地，时间到的时候会共同领那个分润，它会本金后者。要我告诉你说什么地方又有一个新的案件，5月
24号还是25号的时候，就突然间消失，全部都联系不上。A 小姐讲，当初是因为买厝熟悉，互人怪讲，甲真侪人欺婚投资不动产甲土地，毋若保证会趁大钱，就算投资的案件无卖掉，照常有利息会当领。毋过维持大约2档的时间，指控业者常常失去联络，佫无付利息，本金嘛摕袂倒来，干那伊的损失到2000万。刑事局证实，专案已经在侦办当中。这样的类型其实就是我们国内最常见的假投资诈骗的其中一种类型，用养套杀的方式投入自己的资金，那在尝到甜头，进一步的诱骗他们把名下的不动产或者是房子啊、工厂这些物品拿去抵押。警方分析，定会看到不动产的诈骗，有的假投资真诈骗，有的拐用房地产贷款、甲地政书伪造文书的诈骗等等。这回是毋是真正是诈骗，也是佫是鸟鼠会骗局，就要等台检警后续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提出通负担主体政策，自治条例5月底第7会三读通过，目前是搁等行政院核定。桃园市的都发局表示讲，已经有甲中央沟通，嘛强调2030年要起1000户的目标是无变。国土署表示讲，已经有收集各部会意见，报行政院来处理。桃园可负担主体伫咧 A2 A21，还有中立体育园区规划，目前继续伫咧申请当中。中立体育园区目前有14案 ，A2 有4案申请，拢总有250户。A21因为区大征收还未完成，所以也无开放申请。你怎么看可负担住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错的因为现在房价一直在涨对如果是卖回给政府的话，那我觉得是不错的。有好有坏，觉得买卖是自己的自由。桃园头一个创可负担主体政策，自治条例5月底经过市议会三读了后，送行政院核定，暗过中央甲核定期限延长。机关就烦恼讲，中央未适时咧小下体，恐惊会影响到建商起的时间。已经是箭在弦上了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了解到我们地方的需求，对于我们可负担住宅全力的来协助。可负担住宅政策牵涉的层面相当多元且广泛，那相关的配套执法及专案贷款和契约草案等等，是否正在推进当中？那推进的工程也会受到中央合力的这个时程而受影响。都发局就表示，已经去甲中央沟通，2030年摕到超过1000户可负担的主体，所落来稳定增加500户目标无改变。针对延长核定，国土署的回应，各部会意见已经拢有收集会函报行政院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仔通过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要来打击诈欺甲地下金融、无依法登记的虚拟资产甲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涉案的金额超过1亿，会加重处罚，上最是当判10档的有期徒刑。首先，将未依法登记、登录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且在依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的国际标准明确规范实质受益人。这届修法是有3大重点：无依法登记、取得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甲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等犯罪行为，纳入洗钱特定犯罪。洗钱的金额超过1亿，会当来判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刑，加重对地下金融的处罚。再来看外送专法第7月2日实施 ，Uber Eats 平台用塔单来计算外送员薪水的方式，互外送员是真不满。劳动部嘛认定讲安尼违法 ，Uber Eats 宣布讲会来调整，也毋过嘛讲一笔订单按算要加收消费者4块到6块的服务费。手机试一个，才会得送到位。不只个自外送专法通过了后，外送平台的算账方式佫引发讨论。即马 Uber Eats 佫讲话要起价，12宣布从8月14开始会调整外送合作伙伴的整体总收结果。不只个嘛，甲消费者逐条订单预计会增加平均4块到6块的服务费。本身他们在跟店家的时候配合，就本身已经有一些价差了。对，那实际上外送如果他又
增加了一些费用，其实还增加蛮多的。那如果你真的自己懒得出去买，你要叫人家服务，就是要付费啊。这摆调整主要原因是 Uber Eats 进前先甲外送员贴单，刷算同一条外送的时间，互外送员抗议讲是工课时间去用抬一半，影响薪水，嘛互劳动部认定违法。因为这件代志 ，Uber Eats 嘛宣布会调整系统，会甲贴单的外送时间重复算起嚟，嘛会甲7月1日到8月17期间所有外送的差价报回去，不一个嘛会检视营运成本。因为我们跑我们也没多少钱啊，我们跑也没多少钱啊，我们一单也几十块钱而已啊，有给再讲吧。这个专法是针对所有平台适用。那为什么其他2个平台，譬如说 Foodpanda 或是 Foodmo， 他们也是按照专法的架构去走他们也是全额去给付司机的报酬，但这2家平台都还没有涨价，所以 Uber 是不是把这个专法拿来当作涨价的借口？外送工会就强调，外送专法无应该变作是起价借口，嘛强调有明确应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得赶紧订定相关的条文。寡占的这种市场，其实政府还是应该要提供一个框架，就是在这个他们本身的售价的合理性，然后不能说那今天我占了这个市场之后，我就得予取予求。消基会嘛分析，外送平台目前算是较活孤行独市的，相关的单位应该制定介绍的范围。若是因为受伤、行动不方便的等等因素，无法度出外买物件的人，恐惊是影响上大的。记者综合报道。AI 应用愈来愈侪、愈普遍。台北市劳动局甲人力银行公布一份调查，指出讲上班族的烦恼工课互 AI 取代，那满分10分，烦恼的程度是超过6分。嘛，伊讲3档内 AI 恐惊会改变目前工作的内容。进入 AI 新时代，愈来愈侪企业引进 AI 科技，重新建立工作流程。台北市劳动局和人力银行拜四做伙发布2026年上班族 AI 焦虑甲职业准备调查报告指出，受访者针对工课去互 AI 取代的烦恼程度，满分10分就有6.29分，显示上班族普遍的烦恼。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迅速，所以人才的价值正在重新被定义。有80%以上的求职者是告诉我们，他们真的也有感受到，如果他具备使用 AI 的能力，确实更能被主管赏识。根据调查报告，受访者认为上有可能去互 AI 取代的工课，前3名分别是一般的翻译、行政文书和笔编设计。若调查报告也点出，需要同理心、判断、沟通甲应变的工作能力，伫 AI 时代是更加重要的。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除了现有的主管，市府未来也会扩大协助劳工，提升工课场需要的能力。员工有反映，他最希望企业能够给予他 AI 的培训课程。其实这个是员工非常希望，他大概有71.8%的员工希望企业能够给他，也希望透过我们 AI 我们那个永续办公室能够把它扩大它的功能，让所有的企业跟员工一起成长。人力银行北市府劳动官员也鼓励劳工面对新时代，会晓运用新工具来解决问题，主动了解企业需求是头一步。AI 时代，产业和工课场拢要面对转型，北市府也会规划因应措施，协助劳工甲企业。记者董家良、赵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传出过身，食到98岁。朱镕基伫1998年正做总理，推动中国的国有企业甲金融改革，佮带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伊在任的时，讲伊准备100户的观察，99户要互贪官，1户要留互伊家己，宣示缩贪的决心。中国中央电视台伫8月12暗时7点联播的新闻当中，正式宣布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已经过身。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1928年10月出世伫乌兰长沙，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87年，互人任命做上海市长，主导上海，行向全球金融中心。1991年调去北京，1998年到2003年期间做中国国务院总理，任内也拄到台湾2000年的总统大选。朱镕基选前3天伫记者会话讲甲真无客气，也互人认为是直接互台湾出现头一届的政党轮替。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朱镕基受到邓小平的信任甲重视，一步一步确立伊负责中国经济工作的核心地位，做一个中国当代经济体制上界重要的人之一。1990年代纵观中国经济大权期间，伊的风格甲手段拢真硬斗，互外界讲做是中国的经济沙皇甲铁血宰相。毋但推动中国分税制，大大整顿国营企业进行裁员，搁较带领中国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等等一届的考验，也全力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开始20年以出口为主的高经济成长。另外，朱镕基也大力打击贪污，搁捌讲出准备100户观察，99户互贪官，1户留互家己的话。2003年总理任期做满了后，由温家宝接手，朱镕基彻底退休。落任了后，无搁再插政策，也无兼其他的职务，罕咧公开发言。最后2届公开出现是伫2017年甲2018年。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宣布讲，白宫发言人李维德8月底要落任。今年才28岁，李维德是美国史上上少年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德是表示讲，伊第2个囡仔出世咯，想要陪伴囡仔大汉。也毋过，伊嘛强调讲，伊毋是完全来退出川普的团队，会来转做外部的顾问。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顶悬公布，即马28岁美国史上上届少年的白宫发言人李维德，伫8月底要来落任嘛。若是川普伫普文内底大写来学到李维德，讲自2018年以来，就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更加是有史以来上届优秀的白宫发言人。若李维德嘛随普文证实，讲第2个囡仔生落来，第3届结束了后，感觉家己无多兼顾白宫，也搁做妈妈的责任，才会决定要来辞职。As you all know, for decades, a group of DC-based journalists,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has long dictated which journalists get to ask ques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most intimate spaces. Not anymore. 一路对2024年的竞选团队到今日去到白宫的办公室，李维德咧做代志拢是真强卡，忠心好主来出名。伊伫记者会总是真强势来为川普的政策拍拼，互自由派媒体来负起责任。虽然决定要离开白宫，也毋过川普表示完全理解甲尊重，嘛宣布李维德接落来会转任伊的高阶外部顾问，伫其中选举进前会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It's very easy to speak truth from this podium when you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at are wildly 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It's correcting the lies and the wrongs of the past 4 years, many of the lies that have been told to your faces in this very briefing room. I will not do that. 川普无讲白宫发言人这块数落来谁要接，大家拢紧紧看，因为在月其中选举就要到啊。共和党即马民调搁落倒来，川普是拍甲真辛苦，伊就爱赶紧甲这块保护照，才会当来迎接数落来政治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搁在掌权要5天咯，虽然国际大部分拢无正式来承认塔利班政府，也毋过伊嘛已经有真侪国家有外交关系甲经贸关系，也毋过阿富汗的女权的问题嘛是受到真侪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11就表示讲，当地有超过240万的查某囡仔无法度接受中等教育，到2030年会有将近400万的查某囡仔向小学拢无通读。知影家己无法度倒转去学校上课，这个阿富汗的查某大学生目眶红红。自从塔利班政府政治控制年8月重新掌权了后，阿富汗女性受教权一步一步去互剥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塔利班执政5天以来，阿富汗已经有240万的查某囡仔去互排除伫咧中等教育以外。This is the number of girls who finished primary education with success and actually could have continued to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当初是塔利班政府重新掌权的时阵，表示会伫伊斯兰教法还有阿富汗文化规范内底尊重女性的权利。不过执政了后，虽然一直减缩对女性的限制，禁止女性做大部分公部门的工作，而且佫限制查某囡仔接受教育到12岁就要停起来。2021年9月，大学重新开放了后，对查某学生采取隔离教育，教师用布帘啊，也是假帮，甲查甫甲查某学生分开，甚至分开上课。女性嘛，敢若会当使用校园的特定区域。2022年，塔利班推翻开放女性读高中的承诺，针对重新启动查某囡仔高中教育的计划，一直拢无提出具体时间表。同款迄当，佮禁止女性读大学，互阿富汗女性的受教权受到严重的限缩。Restriction on women continuing to higher education means, of course, fewer women will be able to qualify as teachers also in the coming years, which are the main pillars of respons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国科文组织人员去阿富汗教育现场了后，发现目前阿富汗超过90%的10岁囡仔无法度阅读交理解符合同年龄程度的简单文章，显示在地教育品质互人真烦恼。塔利班甲查某囡仔排除伫咧教育体系以外，剥夺因改变未来机会，恐惊嘛，互阿富汗的教育体系陷入学生愈少、教师愈少、教育品质愈歹的恶性循环，嘛影响规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中有一个姓赖的民众，伫2012年头一届来接受邮寄的仪式，2024年底伊邮寄的功能又搁出现问题，嘛搁开始洗邮寄。伊的看守想要来关邮寄，台中营总评估了后，今年的4月是利用达文西机械手骨来进行仪式，手术是真成功。规个伙仔欢喜去佚佗，毋过偌生是2009年，因为并发脓疮性邮寄炎，开始洗邮寄。2011年接受别人管的器官换邮寄，毋过2014年12月又搁因为慢性白跳，搁再洗邮寄。伊的看守不忍心看伊受苦，今年4月甲家己正病的邮寄关互翁婿。肾脏不好，心脏也会跟着不好，就是有发生心脏衰竭这样子，就是很担心啦，也住院住了一阵子。对啊，他每次洗完肾回来都很累，然后就越来越瘦这样子。对啊，想说就我的捐给他。献出因手术的疤，老太太讲，伊想要关邮寄互翁婿的时，因翁婿嘛拒绝，因为烦恼讲看守甲伊同款，减一个邮寄，以后可能嘛会洗邮寄。洗肾很痛苦，然后又是我就不想他去，有可能有机会，甚至只要一点点机会，我都不想他去步这个后尘。那当然是等到很后期，他一直跟我说，不然我们问医生看看。然后我们也拖了大概半年多才去问医生。了后，翁仔某是找台中营总问，进一步检查了后，确定两个人符合刷器官的条件，也选择用高一孔的达文西机械手来进行外体刻邮寄的手术。传统的腹腔镜的手术，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需要做比较多的孔洞的一个手术，所以它的范围其实这个孔洞也比较大。手术后的伤口其实因为伤口也比较大，因为取肾出来的伤口会稍微再更大一点，比单孔的机器手臂还要再更大一点。台中营总表示，用高一孔的达文西除了6个孔较细孔，也会当大降低患者手术了后无爽快的感觉，缩短恢复时间。目前赖先生翁仔某恢复状况真好，后续犹原需要定期回诊，继续减少两个人邮寄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苦瓜寮附近今仔早起有民众听到牛母在哀，原来是有一只牛仔囝爬落去水沟啊，有3个热心的民众用绳啊将这只牛救起来。另外，找到潮州阁有2只牛伫路林咧爬走，警方是呼吁主人得爱护这，避免影响到交通的安全。牛妈妈徛伫水沟边，一直哀叫声听起来，亲像咧喊救人。因为伊的牛仔囝无细记跋落去水沟。13早起6点左右，屏东潮州有民众要去田里做事，伫苦瓜寮附近听到有牛母咧叫的声音。我过去看，才发现一只细只牛伫水沟底，找无路爬起来。民众就答问，落尾有热心民众到3工救牛。牛的嚎叫声，那我觉得那个叫声不太寻常。我后来有借到楼梯，但是牛我还是抱不动。伊讲迄这细只来去，甲绑的，伊会就起来安尼。
其实唔若苦过了，旧潮州桥伫车九，嘛有民众暗时看到2只牛伫大路顶散步，警察请高校场处理，因为牵涉到交通安全，警方找到饲主了后，依法开单。根据了解，旧潮州桥到苦过了这块位啊，东港溪烟花大约有6位饲主饲食饱食左右的牛，所以不时就有牛走出来状况。通知潘姓饲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治单告发。后续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警方已经真侪届呼吁饲主应该爱负管理责任，避免动物黑白走，去影响到用路人安全。若不幸发生意外事故，虽然道路安全部分上悬只有罚600，但是动保法所负的部分是会当罚3000到15000块。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南市环保局最近接到检举，讲有人甲粪扫地啊等落去茶头港溪，阁有3个人摕桶啊，唔知影甲啥物物件倒入去溪里，拢互经过汽车的行车记录器翕落来。环保局嘛已经个追查，抓到上当会当罚300万。环保局稽查人员到场巡视，因为有民众检举，昨日有一个查甫人骑乌托摆经过台南茶头港街大牌，手提一大包黑色粪扫地啊，趁人无注意，煞直接拼落去大牌内面，落尾就注意走，规个过程互后边的车专程翕落来，民众嘛屁想无公德心。垃圾应该要丢在垃圾桶里面吧？这样乱丢垃圾也太没公德心了耶！有人后边等你的玻璃丢来看，安怎讲？这你讲系啊，快呀，都你呀，好一查。污染事件唔那即层，同一天同一个所在附近，就有民众看到有3个人手提垃圾桶啊，甲桶仔内的不明物件，嘛规桶倒落去，环境卫生互人真烦恼。经过台南市环保局的统计，114年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采取案件有573件，总罚款70多万。那到今年为止，已经有371件违规案件，黑白乱弹粪扫的情形嘛是发袂惊。环保局接获检举之后，立即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目前已经锁定了涉案车辆，将循线约谈车主，依法开罚。面对公园污染河川的行为，环保局接到检举了后，已经在调查，因讲会调路口含烟路的监视器来比对车牌。环保局强调，黑白往溪流弹粪扫会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上悬会罚300万。水环境需要大家来维护，民众千万唔通贪利便黑白乱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的关店古迹位伫头城的路仔上古厝，头前是有一个水池啊，最近池仔内底所有各类菜、鱼啊，各拢病毒味正臭，影响到附近的民众。县政府初步勘查，认为有可能是温度相关，水中的酸素无够，才会造成鱼啊病毒。伫咧头城镇市区的水池啊，最近互人发现真侪鱼啊病毒死去，水灵果互偷倒各类菜叶啊，敢若是有人偷蛋想要饲鱼啊。相当社区的职工摕鱼网啊，无用咧护鱼啊。这座罗赞祥故居头前的鱼池啊，是县城的古迹，所有权属于宜兰县政府，目前委托相当社区管理。不过社区指出，最近鱼池啊，互人偷倒各类菜叶啊了后，就常常出现大量的死鱼，小连续清3天，阁清不完。也许可能是好心啦，供给鱼吃啊，可是就那么巧，他倒进去了以后没多久，隔天还是怎样？就死了，老实讲，死了几百只都有了。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维护单位，但是我们尽量配合政府啦。那我们尽量赶快事情把它处理。社区指出，管理鱼池啊，这侪冬头一届出现这么一个死鱼的状况，臭味已经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怀疑最近鱼池啊边的建案当咧污地下室，去影响到地下水面，鱼池啊水质会变少，可能嘛是地属鱼啊死去的原因。若水温是到31度以上。然后溶氧量是0.9，在1以下，那这2个数值其实都比较不利于鱼只存活。县府文化局请环保局到场协助调查鱼仔死去的原因，初步发现是因为水池水温伤悬，而且游泳量伤过低，可能嘛甲气候变化大有关系。若是偷倒各类菜叶啊，可能嘛是地属水质变歹的原因之一。呼吁民众避免类似偷倒粪扫的行为，若无会照废清法互人开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旧历7月初1，昨暗新店城隍庙是开好门，有真侪信众拢去现场参拜。今仔下晡嘛办夜祭活动来消灾解厄。今年拄好去拄到城镇论成演习的管制，庙方嘛引导信众去安全的所在位，伫演习收煞活动才个继续进行。
时间一到，西港岸传统仪式准备来开好门，也就是民众所讲的鬼门。拜四是旧历7月初1，昨暝新竹城隍庙把以传统仪式开好门，吸引各地信众来参拜祈福，也代表7月中元祭典正式启动。我感觉这活动袂歹呢，因为这算讲全台湾的大代志，尤其是咱新竹这城隍庙，敢若是位阶上悬的款吼，所以我感觉农历7月办这活动，我感觉真好，真有意义的。从福门大开到明天的夯家解厄，好，接下来还有我们的主签嘉年华，还有到我们的茶叶暗访、绕境正姑等等的系列活动，大家来到这里呢，向城隍爷祈愿，都能够城隍出巡，全境太平。新竹城隍庙之最，因为一年来好门敢若伫旧历7月才会开开，对城隍庙来讲是真重要的仪式。对好门出来拢是表现好的好兄弟，所以民众嘛免惊。我们一整年呢，除了农历7月以外，全年门都是关着。那就是在农历7月1号，开门一开呢，也就让好兄弟出来放假。放假出来的都是城隍爷有过滤过的，都是表现良好的，所以出来不会作乱的。另外，新竹城隍庙逐年以来举办家家活动，这项仪式是信众甲家己的个人资料写伫纸家顶悬，对市民示警，来为家己也是厝内人消灾解厄、洗清罪孽。今年拢总有2400人报名参加，不离个时间拄到北部城镇轮巡演习，庙方表示是甲引导信众去安全的所在避，等演习结束才会继续，一切以国家安全为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开卖11新开的大高线滨朗外环道，今仔早起正式通车。未来进出台东市至少会当来省10分钟的车程。13早起10点，大高线花东昌国公路安全景观大道台东段工程中的滨朗外环道正式通车。原本是要经过滨南市区社区，干那2条线道，即马是拓宽做双向各2条线道，搁加1条基慢车，会当大大来疏散车流，嘛来减少到台东市区的车程超10分钟，互用路人是真娱乐。比那条路还宽，然后较顺，然后也不用那么挤。我们总是不希望有这种大卡车、大货车在部落的周遭这样子进行快速的通过，这样。不过，交通部表示，大高线花东昌国公路安全景观大道的计划，台东段的部分总长差不多45.8公里，有4个拓宽的路段，各有3个外宽。因为即马原本了，逐年拢咧起工程的经费嘛要做调整，会修正计划，赶紧依照原本预计的时间，伫112年底来完工。的这个142亿的预算，那很抱歉，因为最近工程一直在涨价，好，所以我们可能要提修正案。提完修正案之后，我们这条道路可能需要282亿元。好，公路局表示，花莲段的工程小煞咧完工，安尼台东段的部分伫关山，抑佫有落叶，有部分的标案，抑佫咧做细部的规划，目前嘛拢要完成啊，所以来会开始施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观光署甲观光业者做伙来推动台湾好汤的活动，推销台湾各地温泉。除了国外宣传，9月开始，各地会搁再提供补助，希望讲会当来创造愈侪商机。大声话口号宣传台湾好汤的活动，交通部观光署要伫全国19大温泉区结合温泉的自然资源，甲在地好料，推动国内观光。各地业者也积极参与，介绍在地特产甲温泉文化，希望向国内外旅客过来。我们也希望透过名人，还有这些厨师以及相关的创作家。透过这些世界各国他们的视角呢，来看台湾的温泉，然后帮我们去行销全世界。除了国际宣传，今年活动也特别强调，唔那秋天、冬天，一年四季都会当洗温泉。另外，观光署按算伫9月份推出各路的补助，希望各地会当伫平常日较食旅游。真侪业者期待透过主题行销甲各路的补助，增加业绩。国旅市场，目前大家都是接受到这一个考验，那大家也是在期待9月过后的国旅补助。那我们这边也会希望，这整个温泉产业，饭店、餐厅，甚至说我们的公部门。也都可以祭出加码的优惠，来带动我们所有县市的整个温泉产业。
观光署8月初公布去年台湾旅游状况的调查结果，个人国内旅游2亿4761万旅次，国内旅游总支出达到5643亿，是创下历史上悬的纪录。观光署分析，伫台湾的旅游市场已经渐渐由追求旅游的规模，变作是提升旅游的价值。因为安尼，希望透过活动协助业者来创造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伫瑞典的赫尔辛堡举办的国际世界合唱比赛，咱台湾有来合唱团参加。第一阶段就摕到6块金牌甲1块银牌。高雄的尼布恩本来国中合唱团是个继续得拼第2阶段的冠军赛。宣布金奖迄个时阵，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尼布恩布莱国中合唱团，伊伫国际队伍内底摕到冠军，现场充满台湾的加油声音。世界合唱大赛讲是合唱音乐界奥林匹克，每2年举行一摆，也是全球规模上大的国际合唱比赛。今年第14届伫瑞典的赫尔辛堡内举行，总共来自世界45国350多队，超过8500人参加比赛。我们比赛的场地，它给予我们的环境，我们来帮他们做及时的调整。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声音在不同的场馆里面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经费不足的困境之下，尼泊恩甲布莱国中合唱团依然是无管较济先出国比赛，就搁讲，较早也是布莱国中合唱团团员，高中毕业以后加入尼泊恩合唱团，结果因领学弟学妹一步一步，互世界听到台湾甲原住民的歌曲。虽然说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但是却没有办法，很好的拿出一面属于我们自己的国旗，这当然是会觉得说会很失落。相关也得到金奖的中华大村歌手，却无以国语、台语、客语，也有英语4种语言，因唱出4首歌，希望中华的大声囡仔早着求实普陀的梦想，飞伫国际舞台上。我们终于把台湾在地大村的声音唱到了瑞典，非常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非常的不容易。大村歌手合唱团因为是头一摆参赛，今年参加第1阶段的公开赛，摕到金奖的老师甲学生因有加13下晡就使回来国内。今仔伊原留伫瑞典的尼泊恩布莱国中合唱团，也是台湾唯一争夺第2阶段冠军赛队伍。伊希望受到全面的一开，用伫所内现代音乐甲混声合唱2个项目内底，再得到冠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欧洲，让27档搁再出现天狗食日，也毋过伫西班牙顶届出现天狗食日已经是100档前咯。昨午是有大约600万的游客来欣赏这个天文奇景，当地有小影嘛发布高温的警示，提醒游客着爱预防热伤害，嘛要注意火烧山。伫沙坡的民众挂下2光的目镜，当日头予月娘完全炸掉，拢无光线的时，现场出现热烈的扑克声。欧洲西部让27档，搁再出现头一届的天狗食日，大家拢真兴，真侪人专工飞去西班牙，因为这是当地100年才有一届的天文奇观，前一道是顶世纪1905年。It's my second. The first eclipse I saw when I was a child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a partial eclipse, so I think I got excited and I wanted to see another one. And this one is a near total eclipse, so it's a little different. So yeah, it was exciting for me to see it. 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是让72档搁再看到天狗食日，虽然下晡云真高，甲日头光炸掉咧，也毋过伫当地时间要暗暝5点44分左右，天顶熊熊变暗，有2分13秒遮尔久，互现场的民众真惊喜，直直讲时间袂输已经停落来。I saw that it came with, quickly came with darkness over the place. It was sort of surreal. And it was strange. It's like from another planet or something.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it was very surprising, even though we didn't see the sun or anything. 这场天文盛事引起观光潮，西班牙当局估计有要600万人来到北部甲庄下地区，也毋过因为热人的效应，当地消防部门高度戒备，赶紧发布高温预警，呼吁民众爱离开火烧山高风险区域。若是西班牙甲冰岛，包括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也有德国甲意大利等地，虽然敢若会当看到偏一边的天狗食日，也是成大阵民众走去外口看，为难得的时刻留落珍贵的记录。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公编译。
今仔台湾各地天气拢真热热，气象署嘛表示讲，大台北地区、华东地区、佮中部外山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因为西南风佮加上轨道的对流是真旺，气象署嘛将对北到南11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特报。这几日各地天气拢真烧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2至35度。大台北地区、华东地区、甲中部外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可是，在上午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4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啊，还有中部彰化这些地方，可能都还是有局部36度高温出现的情形。外岛也都会有31到33度的高温的情况。气象署也讲，拜五、拜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可能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甚至也有可能会落局部的大雨。过到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受到西南风增强带来的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包含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有午后的北部，还有其他山区都有一些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那尤其在南部地区在15号这段时间，特别要注意短延时豪雨出现的机会。气象署提醒，拜六进前是年度的天文大流，东北部甲嘉义以南沿海地区要注意海水倒击。另外，第17号轻度的风台南卡，目前伫台湾东边2500公里远，未来应该会行向日本，对咱台湾无影响。记者古玉琪、曾俊佑台北报道。下播报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高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